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会当讲是火烧笋寮全无望。婚姻倒落一间竹笋的加工寮，早起8点外起火烧，消防队赶到场的时阵，这个大火已经是烧到半天红。加在当时也无人来上班。这个过年前，工寮甲竹笋的加工品烧了了，头家心痛，讲今年歹过年咯。铁片工寮大火，这个火强要将规间工寮吞去。火受到炎，透过顶拿，还阁看会到遮炎的火。伯，你莫过啦，伯。工寮头家透早8点外去工寮准备要开工，发现讲大火，赶紧卡119。哇，了解了。消防队员将火拍花后，现场温度依然真高，一直出烟。可能就是那个附近那个火苗，怎么讲？那个树叶飘荡嘛。这间工寮主要是做竹笋的加工，头家认为讲这是透早5、6点就大火啊，并且认为讲这个火是位外口来。现场燃烧的是一间公寮，那整个燃烧面积大约50平方公尺。大火所在可能是伫工寮后壁放甘色塑胶桶的所在，拢是个臭火大，铁片厝顶嘛落去啊。头家认为讲火是位外口来，工寮附近有顶拿毛人家厝，火是伫倒位来，要实际大火原理是安怎？消防队已经请火调科赶紧调查。